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焦點新聞台。今日我哋關注一宗中國軍隊反腐入邊極具指標性嘅案件。2026年5月7號，軍事法院對中央軍委原委員、原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以及中央軍委原委員、原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李尚福分別作出一審宣判。魏鳳和被認定犯受賄罪，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李尚福被認定犯受賄罪、行賄罪，數罪並罰，同樣被判處死刑，緩期2年執行。兩人死緩期滿，依法改為終身監禁後，不得減刑，不得假釋。呢個判決之所以引起國際關注，原因唔止係兩人官位高，亦唔止係判刑重，而係案件牽涉到中國軍隊近年最核心嘅幾個關鍵詞：反腐、忠誠、火箭軍、裝備系統、軍隊現代化以及中美戰略競爭。首先，我哋要分清楚已確認事實同外界傳聞。已確認嘅部分係魏鳳和同李尚福均因貪腐相關罪名被重判，兩人都將面臨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李尚福案件更涉及行賄罪，反映案件唔止係單向收受利益，亦涉及權力網絡內部嘅利益輸送。至於網絡上流傳嘅具體金額、海外資產、外國軍工企業泄密細節，現階段公開權威資料未有完整確認。因此，作為新聞分析，我哋唔會將未核實資訊當作判決內容，而會集中討論已確認事件本身帶出嘅結構問題。第一個問題，呢次重判對軍隊紀律有咩影響？軍隊同普通行政系統最大分別在於軍隊直接承擔國防安全同戰爭任務。貪腐喺軍隊入邊唔只係財政問題，亦可能變成戰力問題。如果一名軍官透過利益輸送取得職位，咁佢嘅專業能力、指揮能力、戰時判斷力就會受到質疑。如果裝備採購受利益鏈影響，咁一套武器系統嘅質量、成本、維修、訓練同實戰可靠性都可能受損。尤其魏鳳和曾同火箭軍系統有密切關係，李尚福亦長期同裝備發展系統相關。火箭軍代表戰略威懾，裝備系統代表軍隊現代化基礎。當呢兩個方向都被外界放大檢視，國際社會自然會問：中國軍隊嘅現代化係咪同時面對制度性腐敗風險？由官方角度睇，重判可以達到3個目的：第一，震懾軍中腐敗分子；第二，向外界展示中央有能力處理最高層級軍方人物；第三，重新強化軍隊必須絕對服從指揮呢條政治底線。所以呢次判決喺軍紀層面確實可以被視為一次強烈整肅。第二個問題，呢次案件對軍隊士氣係正面定負面？呢個問題更複雜。支持者會認為反腐本身就係提升士氣，因為如果真正有能力、有紀律、有專業嘅軍官長期被腐敗利益鏈壓住，咁清除高層腐敗，反而可以令軍隊重建公平感。基層同中層會見到，即使去到國防部長層級，只要違紀違法，一樣要付出代價。從呢個角度講，重判有助提升軍隊紀律同政治純潔性。但另一面，軍隊整肅過於頻密，亦可能產生寒蟬效應。軍官可能會更小心，但亦可能更保守；高層決策可能更集中，但中層執行可能更怕出錯。所有人都會優先考慮政治安全，然後先考慮軍事效率。對一支現代化軍隊而言，呢種氛圍未必完全有利，因為現代戰爭需要高速判斷、跨軍種協同、技術創新同前線自主能力。如果各級將領都以避險為先，軍隊可能變得更聽話，但未必一定更靈活。所以反腐對士氣嘅影響有兩面，短期可能震動軍心，中期可能整肅紀律，長期就要睇制度能否恢復信任。第三個問題，反腐能否真正提升戰鬥力？答案唔可以簡單講係或者否。戰鬥力由幾個因素組成：裝備質量、訓練水平、指揮效率、軍官專業、後勤能力、士兵士氣以及最高層戰略判斷。反腐可以清除腐敗因素，但唔等於自動提升全部能力。如果腐敗本身已經滲入軍備採購、晉升制度、工程項目同訓練評估，咁反腐係必要條件。因為唔清除腐敗，紙面軍力再強都可能打折扣。但反腐之後仲需要制度建設，包括更透明嘅採購監管、更專業嘅軍官培養、更穩定嘅晉升標準，以及更能容許專業判斷嘅指揮文化。否則今日處理咗2個高官，聽日如果制度土壤冇改變，新嘅利益鏈仍然有可能重新形成。第四個問題，點解呢件事會同中美博弈有關？因為中國軍隊現代化本身就係中美戰略競爭嘅核心之一。美國長期關注中國火箭軍、核力量、遠程打擊能力、台海軍事部署同高端武器發展。
當中國軍方高層出現重大腐敗案件，外界自然會重新評估解放軍嘅戰備程度同內部穩定性。對美國同其他觀察者嚟講，呢單案可能提供兩種完全相反嘅解讀。第一種解讀咧係中國軍隊內部存在深層腐敗，可能削弱戰備能力，拖慢軍隊現代化。第二種解讀係中國正以高壓方式處理問題，意圖喺未來更大戰略壓力出現之前，先完成內部清洗。呢兩種解讀並唔矛盾，因為正正係有問題先需要大規模整肅，亦正正係想提升控制力，要用重判建立震懾。但係關鍵仍然係整肅之後，軍隊會變得更專業，定是只係更服從？呢個問題，未來要透過人事變動、軍演表現、裝備進度、軍方公開活動同中央軍委架構變化，先可以逐步觀察。第五個問題，今次案件對中國軍隊建設嘅真正影響係咩？可以總結成四句：第一，軍隊反腐進入高層深水區；第二，腐敗問題被官方提升到政治忠誠問題；第三，重判可以短期震懾，但係亦可能造成內部壓力；第四，真正嘅戰鬥力提升取決於反腐之後能否建立穩定制度。如果用一句說話概括，今次判決唔只係處理兩個人，而係向整個軍隊系統發出警告：軍權、錢權、裝備權、晉升權，只要同腐敗結合，就會被視為重大安全風險。對中國而言，軍隊建設需要紀律，亦需要專業，需要忠誠，亦需要能力，需要集中指揮，亦需要高效運作。反腐可以清除障礙，但反腐本身唔係終點。如果最終結果係軍隊更清廉、更專業、更有效率，咁今次重判會被視為軍隊建設嘅一個強硬轉折點。但如果最終結果係高層更保守、中層更謹慎、基層更怕事，咁反腐帶嚟嘅就唔止係紀律重整，亦可能係士氣壓力同制度緊張。所以魏鳳和李尚福案真正值得關注嘅唔只係判決本身，而係判決之後中國軍隊會走向邊一種狀態，係更強、係更穩定係更驚？呢個答案可能要喺未來幾年軍隊人事、軍演表現同中美戰略互動入邊先會慢慢浮現。各位觀眾，你點睇今次中國兩任前國防部長被判死緩？你認為嚴厲反腐可以提升軍隊戰鬥力，定係會令軍中人人自危，影響士氣同指揮效率？歡迎喺留言區留下你嘅睇法。記得訂閱焦點新聞台，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帶嚟更多國際局勢、軍事、政治同深度分析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中國兩位前國防部長魏鳳和、李尚福同日被重判死緩，案件震動外界。今次判決唔只係一宗貪腐案件，而係牽涉中國軍隊高層整肅、政治忠誠、軍紀重建、火箭軍與裝備系統以及中美戰略競爭下嘅軍事安全問題。今集焦點新聞台會從四個層面深入分析。第一，兩位前防長被重判，反映中國軍隊反腐已經進入高層深水區。第二，軍隊貪腐點樣可能影響裝備質量、指揮效率同實際戰鬥力？第三，嚴厲整肅究竟會提升軍隊紀律，定係造成軍中寒蟬效應？第四，喺中美博弈背景下，外界會點樣重新評估中國軍隊嘅穩定性同現代化進程？反腐可以清除腐敗，但真正能否提升戰鬥力，關鍵在於制度能否重建信任、專業同效率。今次魏鳳和李尚福案真正值得關注嘅唔只係判決本身，而係判決之後中國軍隊會走向更強、更穩定，係更保守，